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共学吧》，我是明珠。今日呢，你来到竹洞嘅软橋，到軟橋嘅人啊，你看啊，當中動好啲白當花圖哦，到底係樣玩呢？嚟啲參教理事長。Hello， 理事長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哇哦，哇哦，理事長，我覺得這真的太神奇了。有冇呀？嘅白當全部都花呢？咪呀？就按這樣嘅圖到啲啊？哦，你係笨蛋哈，你白當哈上當到溜胎啊哈，結果你上去時撈去七洞拍攝咧，拍攝了後呢，你嘅吳大師啊是你了台灣院校嘅社人哈，呢種拍攝咁好看，其實發到客家人嘅圖騰，一般作息啦、農耕了到發上去。本你所有來你研究了，你如何欣賞你欣賞客家人的各方面節慶、各方面的個生活的習俗哈，本大家來了解。哦，原來係咁樣。當中啲竹洞啊，大家好啲白當花圖哦。錯，因為這就是佢嘅興趣嘛，該周末禮拜天又看，其實慢慢一筆一畫，慢慢去畫，所以畫到動到年，不是一下子畫好嘅，所以講我要當番樣，大家闖下來研究了，當做一家嘅屋卡。真勁！不錯啊，來到軟橋呀島畢業，大家來這邊後，一定可以從他這邊非常豐富的壁畫裡面呢，認識軟橋的故事哦。Hello， 你們也喜歡在牆壁上面畫圖嗎？軟橋社區的朋友們，你們真的好厲害喲！在這邊呢，明珠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下今天學到的新單字哦。第一個看到就是牆壁，壁，壁。第二個看到就是畫圖，發土，發土。第三個，我們一起來學一整句話。大家喜歡在牆壁上畫圖，大家好啲白當花圖，大家好啲白當花圖。大家都學會了嗎？下一次你也來試試看你畫畫的才情嘍！下次見了，拜拜。